香港單車代表隊啦，咁一直以嚟咧，咁喺國際賽上都有非常之驕人嘅成績㗎。咁其實都係因為香港單車隊咧有良好嘅訓練系統啦，咁而且人才輩出嘅。如果要吸引多啲人去參加單車比賽嘅話咧，咁其中舉辦比賽咧就係最直接嘅方法啦。咁2012香港慈善單車錦標賽就即將舉行㗎啦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日咧就嚟到愉景新城呢一度去出席香港慈善單車錦標賽嘅記招，睇下有啲咩最新嘅消息話俾大家聽啦。2012香港單車慈善錦標賽將會喺9月23號喺沙田城門河畔元和路進行繞圈賽嘅。對象就當然係大眾市民同埋單車愛好者啦。作為倫敦奧運會後首個香港排名計分賽之一，具有獨特嘅號召力同埋官方權威性啊。比賽組別就分成8組，分別係男子精英組、女子精英組、男子青年組、男子分齡組、團體計時組、市民組、慈善名人企業組、家庭親子組啊！喺呢個時候，我就揾嚟一眾運動員啊，去講下今次單車慈善錦標賽咯。咁我覺得今次呢個新世界單車慈善錦標賽2012咧，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嘅項目啦，因為佢係可以透過呢個項目咧，帶到俾市民呢一個機會去參與呢個單車活動啦，亦都可以藉此推廣到低碳啊環保嘅意識俾呢個大眾市民。咁同埋咧，透過呢個單車錦標賽咧，亦都可以做一個善事，籌款俾呢個東華三院，所以我個人覺得咧係一個好有意義同埋值得好大家參與嘅活動啦。因為香港人多車多啦，如果可以踩單車周圍去咧就好好啦。因為好似譬如我啲朋友咁啦，翻工咧佢都會踩單車。今次單車慈善錦標賽嘅賽事目標係推動以單車作為環保交通工具啊，減少汽車對環境所造成嘅影響，改善空氣污染嘅情況啊。亦都配合香港政府貫通新界東西北嘅單車徑網絡，推動單車配套整體嘅發展同埋安全教育工作嘅，建立香港成為單車友善城市啊。仲有就係推廣單車作為消閒康樂同埋短途代步用途啊，促進市民嘅身體健康，提升生活質素啊。9月23號，沙田見。咁喺度亦都希望今屆嘅單車慈善錦標賽可以順利舉行啊！可以咧將呢個嘅單車運動推廣俾更加多嘅香港市民啊！唔知會唔會咧從中發掘出更加多嘅單車界明日之星呢？